即摆已经是7月中旬，气象专家就表示讲，即礼拜开始，这风台可能就会一粒一粒安尼接续出现，而且因为受到反圣婴现象的影响，这风台结起来的时阵，可能就会离咱台湾有较近。也若即几天台湾的天气要是热翕翕，过道都有西北风，所以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动。伫南海热带扰动第13暗形成热带性低气压 TD-03，目前向北北西进行。气象署无排除有发展成风台可能，啊，毋过往中南半岛过去的机会较大。结构并不是那么的扎实，那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在一个大的低压带里面生成，所以整个环境都是一个低压的情况，那所以它的结构松散的情形，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整合。气象署预测，未来一礼拜台湾的天气也是高温烧热，午后较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为主。为拜开始，午后雷阵雨会比礼拜更较明显、更激烈。温度方面，各地拢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机会，会一路热到拜四。气象专家分析，反圣婴现象所带来的高温天气形态，高海温搭配强烈的风切，这礼拜开始，环境场有利风台一个线一个形成。高温其实它是有利于环境水蒸气的蒸发，水蒸气的蒸发就是提供热带扰动生成一个最第一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反射音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会有机会让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海域发展成热带扰动，甚至于进一步形成为台风。专家分析，最近伫环境输流场的导引，风台形成了后，向西往海南岛也是广东过去的机会较大，对于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进入风台较早形成的期间，都要加注意后续天气资讯。记者综合报道。